武術有個代名詞就叫做功夫。乜嘢叫功夫呢？功夫就係時間加功力。佢係粵劇武生，古老嘅武藝，200年前嘅木人樁係戲班入邊對練最忠實嘅伙伴。功夫嘅門派繁多，其中喺南方喜聞樂見嘅就係詠春拳啦。佢係廣州岑能詠春拳傳承人，幾十年嘅孜孜不倦。父親嘅木人樁功法剛柔並濟，更係匠心獨具。如今佢回歸西關授權傳武，佢同弟弟以及弟子們將父親傳落嚟嘅詠春武學傳播至粵港澳及世界各地。中華武術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佢係香港著名嘅詠春拳師傅，從葉問宗師嘅封門弟子，到建立師徒晉級體制，將秘而不傳嘅詠春技擊術授權多個國家同地區。佢係澳門、佛山兩地著名嘅詠春師傅，如今喺澳門、佛山兩地授權開館，將東方武學嘅執着精髓融入教學。佢哋係傳承之人，有師求於師，無師求於莊。